大家好，又我康神啦。咁今日想為大家介紹呢，就係錦繡花園一間1050型啦。咁佢屬於1050入邊嘅5型積，或者我哋大家叫 N 型積啦。咁佢實用面積係1035尺，附帶咗個1172尺嘅花園。咁 N 型積呢，有啲特色呢，就係佢前花園同埋後花園呢，都係用玻璃趟門出入嘅。咁變相呢，當然啦，中間都花園通道位有個獨立門口嘅，咁所以嚟講前後都咁開揚嘅話，一打開晒啲窗咧，就對流效果好好啦。咁採光度亦都好高，再加上佢前花園望出去嘅地方咧，就係錦繡花園入邊嘅公家花園位，而後花園咧就係望住一個錦繡河景。咁當然啦，佢再過少少咧，就錦繡河之後咧，就遠少少嘅地方咧，就會係一個過渡性房屋，啱啱起好嘅過渡性房屋啦。咁景觀上，但係又唔會話太差嘅。咁而家事不宜遲啦，同大家出發去參觀呢間屋啦。好，咁睇片前呢，就希望大家 follow 下我嘅頻道啦。中意條片嘅就可以 share 啊，撳埋個 like 啦，同埋可以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可以即時通知大家。當然，如果想揾我何生或者康神嘅，我有 WeChat 有 WhatsApp， 當然亦都條片嘅上面亦都有個手提電話聯絡嘅，可以隨時歡迎打俾我。亦都好歡迎大家嚟到錦繡花園、錦繡大道美聯分行揾我何生或者康神都得嘅。咁事不宜遲，同大家出發去參觀下啦。呢間屋嘅正門呢，就最正公家花園位置，望出嘅視野呢，就比較廣闊啲，同埋比較舒服。有電閘門樓、獨立門口。左手邊就係前庭花園位，亦都適合泊車。跟住右手邊呢，就係花園通道，有需要泊多1、2部車，亦都可以駛入花園通道。呢個積型嘅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前後房間個窗台位呢都有個花槽設計，其他嘅1050型係冇呢個設計㗎。業主呢度呢亦都安裝咗一個叉電位，地下嚟講都係鋪晒地磚，就方便啲打理。花園通道亦都做咗一啲禪縫位置。嚟到後花園，主要景觀係望錦繡花園嘅河景。呢個花園望出去，除咗有河景，仲有樹景，仲有遠望山景。當然佢前邊呢就有少少嘅過渡性房屋。但係整體嚟講呢，亦都唔會太影響佢嘅景觀嘅開揚度。而前邊呢，亦都冇屋遮擋，所以講採光度好足夠。由花園通道正門入屋，右手邊就係一個客廳嘅空間。因為1050型入邊嘅5型積，所以前後都係有玻璃趟門通返去花園。右手邊牆身呢，除咗可以放得落按摩椅之外，仲有一張大型嘅梳化。電視機呢，業主呢度呢就安裝咗喺角落頭位置。中間亦都擺到一張細細地茶几，保留翻好多嘅走動空間。樓梯底下面嘅空間呢，亦都做咗一啲入牆嘅收納櫃。而門口嘅左手邊就係飯廳嘅空間，左手邊牆身做咗一啲嘅收納矮櫃，中間放到張圓形嘅餐台，亦都係玻璃趟門，可以通翻出去前庭位置，望出去景觀都比較開揚。而飯廳嘅隔離就係一個緊廚嘅設計，廚房入邊呢都比較方正。上下兩排都有收納嘅位置，係一個 U 型嘅設計，景觀呢都係望返前庭花園。今次介紹嘅呢間屋呢，業主就將佢改咗做3房2套嘅設計。咁轉頭呢，同大家上去1樓參觀下，而地下近住客廳位置，亦都有個浴室洗手間。跟住上嚟1樓，先睇呢間客套房啊。客套房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右手邊呢就安裝咗一個浴室洗手間。正向景觀係望返前庭位置，所以望出去嘅視野都比較開揚。入門口嘅左手邊就安裝大衣櫃，雙人床呢就靠窗安放。浴室前面嘅位置亦都可以安裝梳妝台或者工作桌，而浴室主要係有浴缸嘅配備。同大家再睇一睇呢一個正向嘅景觀，望出去都係好開揚噶。而中間位置業主依間客房呢就改咗做書房設計，亦都有個大嘅透光窗。入門口嘅右手邊呢，就安裝咗一個到頂嘅書櫃，前面就擺屋工作桌。當然啦，走動位都 OK 嘅，如果有需要可以改返做房間用。跟住再過隔離啦，就係主人套房。入門口嘅右手邊到頂嘅入牆大衣櫃，雙人大床就按中間位置安放，前方留返少少位可以做電視機櫃。正向景觀呢係望返錦繡花園嘅河景，由呢度可以望出去呢都係綠油油嘅樹景觀。空間大到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效果。左手邊角落頭亦都安放咗一張梳妝台仔俾女業主使用。呢度屬於一間套房，有浴缸嘅配備咯，亦都有企缸嘅設計，亦都安裝咗浴室寶。正向景觀十分之開揚。除咗有少少過渡性房屋景觀之外，當然呢間屋亦都有閣樓嘅設計。
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神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